你不说我怎么懂啊？说了多少次了，我长安伯府中人，遇事不得。好。这是。我是来看花花的。郡主来便是了，何必带这么多礼物？我喜欢花花，礼物也是给花花的。八好，来了，来，快！快！花花呀，你说你这个主人呀，想什么都不说，真是苦了你了啊！嘿嘿，你也这么觉得啊？郡主怎么连花花都不放过？哎，我姐就是来找你的。姐，你还装什么呢？看来花花很喜欢郡主。一般来说呢，这是人是猫啊，都还挺喜欢我的，就是那种缺心眼儿的、故作清冷的、一肚子坏水的家伙才不喜欢我呢。程安伯啊，你是哪一种啊？郡主为人直爽逍遥，容某亦是十分欣赏。那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啊？我听不明白了。郡主你也太直白了吧！哎呀，来，大业懂得欣赏之人，自然都会喜欢郡主。油嘴滑舌，总有一天把你的嘴巴撬开。喏，多吃点，别又瘦又弱，跟个书生似的。像书生不好吗？安静又懂事，不叫唤不打人，比那些性子烈又不听话的小母猫总好多了吧？叫唤怎么了？性子烈怎么了？难不成要跟个闷葫芦、一肚子坏水似的才好啊？书生也好，闷葫芦也罢，花花的心意，就算他不说，郡主也该明白，不是吗？你不说我怎么懂啊？我又不是猫，猫又不是我。班好，班在这儿呢。你家大门被人堵了，堵我家门干什么？给你姐提亲。哎呦，这个啊，可是严家祖传100年的上等货呀！提亲便送这么大的礼，这可是头一回见呐！哎呀，可见严夫人爱子之心呐！严夫人的爱子之心，素来早有耳闻。郡主戴上这镯子呀，可就是半个相国府的人啦。镯子是个好镯子，儿子也可以，娘不行。硬邦邦，退回去，送客。停！